代替大部分的员工今仔日是朝朝拢请假。代替企业工会讲，若是看无行政院甲交通部的善意，5日这因共款是要加班。也若代替产业工会，下晡差不多有100多人去总统的官舍遐陈情。不过因为遐4块里啊并不是集会游行的申请区，所以去予警察挡掉咧。安全改革基层参与。甲顶管写公司化就是安全的家规啊突破，上顶突破代替局甲交通部的白插话，代替产业工会12点半为捷运台北院站出发，原底要游行到总统官邸，表达因对代替改革的诉求。不过伫中山北路甲爱国西路口，就互警方2摆举牌甲警告阻挡。很多民众。媒体不了解工会的诉求，认为工会是想要反对改革、反对公司化。我们什么部都去过，什么院都去过，哪里没有去过？那这些去过的地方，请问政府有回应吗？工会是最想要台铁安全的人。代替产业工会强调，代替即马欠缺甲基层沟通的制度，基层欠人欠了状况拢无法度反映，就要面对真悬的职业安全风险。落尾工会游行到总统府头前，参加劳动团体伫凯道举办的5·1劳动节活动。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原底的游行改做定点的集会，嘛缩小规模，现场大概有700多人参与。要来参加游行的人，一定要打满3剂，因为这也是治安的一种。今年5·1行动联盟的诉求，包括对抗通货膨胀、爱加薪、爱职业安全、保年金。联盟表示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物价大起，薪资的成长又袂赴物价直直起，要求各企业爱加薪，嘛要求中央落实制定最低工资法的承诺。劳工的平均月薪实质月薪是在43211块，包括整个的通膨来影响实质的薪资呢，反而倒退到41422块，劳工的实质薪资已经倒退了。职业灾害保护法已经正式实施，在灾前呢，政府要做一些的措施，然后灾后呢，要怎么让劳工能够重建。联盟嘛呼吁中央以税收等方式避免劳保破产，强调劳保年金改革要参劳工团体沟通，确保劳工退休后的权益。记者郭君长随台北报道。